箴言和合本第28章1至28節：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，義人卻膽壯像獅子。邦國因有罪過，君王就多更換，因有聰明知識的人，國必長存。窮人欺壓貧民，好像暴雨沖沒糧食。遺棄律法的誇獎惡人，遵守律法的卻與惡人相爭。壞人不明白公義，唯有尋求耶和華的，無不明白。行為純正的窮乏人勝過行事乖僻的富足人。謹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與貪食人作伴的卻羞辱其父。人以厚利加增財物，是給那憐憫窮人者積蓄的。轉耳不聽律法的，他的祈禱也為可憎。誘惑正直人可惡道的，必掉在自己的坑裏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富足人自以為有智慧，但聰明的貧窮人能將他查透。義人得志，有大榮耀；惡人興起，人就躲藏。遮掩自己罪過的，必不亨通；承認離棄罪過的，必蒙憐恤。常存敬畏的，便為有福；心存剛硬的，必陷在禍患裏。暴虐的君王轄制貧民，好像吼叫的獅子，覓食的熊。無知的君多行暴虐，以貪財為可恨的，必年長日久。背負流人血之罪的，必往坑裏奔跑，誰也不可攔阻他。行動正直的，必蒙拯救；行事彎曲的，立時跌倒。耕種自己田地的，必得飽食；追隨虛浮的，祝受窮乏。誠實人必多得福，想要急速發財的，不免受罰。看人的情面乃為不好，人因一塊餅枉法也為不好。人有惡眼想要急速發財，卻不知窮乏必臨到他身。責備人的，後來蒙人喜悅，多於那用舌頭媚人的。偷竊父母的，說這不是罪，此人就是與強盜同類。心中貪婪的，挑起爭端，倚靠耶和華的，必得豐裕。心中自恃的，便是愚昧人；憑智慧行事的，必蒙拯救。濟貧窮的，不致缺乏；佯為不見的，必多受咒詛。惡人興起，人就躲藏；惡人敗亡，義人增多。